由郵電局舉辦嘅 FreeWiFi.mo 計劃嘉許典禮喺6月13號下晝喺通訊博物館演講廳舉行，為表彰參與計劃之機構為市民同旅客提供便捷嘅免費 WiFi 服務，並喺提升網絡質量同埋擴大覆蓋方面所作出嘅努力，郵電局向各機構代表致送感謝狀，並向表現突出嘅11間參與機構頒發獎項。我哋參與嘅機構咧仍然係穩步增加嘅。由最初我哋得4間嘅參與機構咧，增加到而家嘅74家，而服務點咧，亦都從過去嘅280點增加到而家嘅587個點。咁馬上應該下個禮拜一，我哋會再增加100個點，就係電召的士嘅參與 FreeWiFi.org 嘅計劃其中嘅100個點。咁服務點涵蓋係包括咗澳門政府嘅一啲場所啦、旅遊嘅景點、公共交通嘅場地、商業機構、酒店等等。咁計劃係進展良好嘅，通過多元嘅方式咧，提升社會各界對 FreeWiFi.mo 嘅計劃同認知同埋參與點嘅，共同創造更便捷高效嘅澳門免費 WiFi 嘅服務。活動期間，獲獎機構代表上台作分享介紹，加強咗參與機構間嘅交流。本次活動設有高速服務獎及服務覆蓋獎，以嘉許提供高速服務點嘅8間參與機構，以及服務點數目最多嘅3間參與機構。以下係獲獎名單，排名不分先後。